居住在土耳其的梅丽娜·希拉利丁说，她的妹妹毛德丽·希拉利丁是土耳其公民，被关押在中国集中营近2年后获释，但不久因涉嫌分裂主义还被关押。梅迪娜女士表示，她的妹妹于2006年来到土耳其，在大学学习，并于2013年初毕业后返回家中。她解释说，我的妹妹于2006年来到土耳其，从土耳其语预科班毕业后，她被萨姆松大学英语系录取，在该专业学习了1年之后，她改变了职业，并从伊斯坦布尔大学毕业，获得了工商管理学位。大学毕业后，她于2012年底和2013年初回国。梅蒂娜女士说，我的妹妹返回伊宁后，在一所私立语言学校教土耳其语和英语。她于2017年底被带到集中营，并于2019年5月获释。释放后不久，她因涉嫌意图分裂国家，而于2019年6月12日再次被逮捕。据报道，梅迪娜女士被判处10年徒刑，被迫与丈夫离婚。她的小女儿阿伊夏成为孤儿。梅迪娜女士希望土耳其当局帮助她的妹妹，并采取行动，让她早点获得自由，并与家人团聚。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后，美国政界接连发出信号，将进一步限制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的学术范围。据报道，华盛顿计划取消几千名有中国军队院校背景的研究生和研究院的签证。纽约时报引述不具名官员指，美国政府正考虑取消某些研究生级别的中国学生签证，这些学生毕业自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院校。据官方估计，如果政策落实，受影响人数约3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将G7峰会推迟到今年9月再举行，同时还会邀请更多的国家参与峰会，其中就包括俄罗斯。特朗普表示，希望7国集团领导人到华盛顿亲自与会，而非召开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他打算邀请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参加G7峰会。他对媒体表示，他认为7大工业国组成的非常老旧的组织已经无法正确体现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目前的7国集团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武汉冠状病毒疫情打击了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两国的经济在第一季度都缩水了5%以上。罗马和巴黎的最新数据显示，该流行病毒对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意大利统计局宣布，与2019年第一季度相比，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4%。在法国，第一季度经济收缩了5.3%。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丧命于警察暴力，引发示威行动，周日蔓延至美国外其他城市。柏林与伦敦都有民众上街，以行动表示与美国示威者同在。在美国多个城市持续出现反警察暴力示威游行之际，德国首都柏林与美国首都伦敦也持续出现类似的示威行动。这些行动主要是对美国示威者表达支持。在德国，数百名示威者连续2天在美国使馆外举行示威活动，同一天，数千名示威者也在伦敦举行示威活动。